繼續來看淡江大橋早起正式來通車，打來淡水甲北里會當縮短25分鐘。早起要通車進前有舉辦着祈福的儀式，結果有新北市議員帶里長來抗議，因為這場的活動並無邀請市長侯友宜來參加。交通部長陳世凱講，進前就已經辦過通車典禮，今仔日只是祈福。行政院長杜英台講，伊嘛無予邀請，講這個祈福通車平安順利就好。中晝11點半，一日到淡江大橋準時通車，奧多麥轎車駕駛小錢體驗，感受這座等真濟年的大橋。你如果以淡水居民來講，30年了啊，這也是一個對我們來講是一種方便性。那當然也希望說它是完滿的，美麗的，大家只要路程可以減少很多就好。淡江大橋連接淡水和北里，和車程縮短29分鐘。正式通車即天舉辦祈福儀式，不過就徛重型機車民眾佇咧開放進前先徛起咧橋頂，叫警察走入來，還有議員去抗議。新北市議員蔡金賢帶淡水區里長佇咧淡江大橋頭前抗議，甚至佫衝到現場向交通部長陳世凱表達不滿，就是因為通車祈福典禮，交通部無邀請新北市府和地方民代，這互人真生氣。5月9號的那天晚上已經辦過通車典禮，今天其實是我們內部的一個祈福的活動，我們剛剛沒有任何的典禮，就只有拜拜。我也沒有被邀請啊。我們也都在這裡啊！淡江大橋這麼艱巨工程最大的一個活動，不就是前天晚上，總統、我個人，還有新北市侯市長、副市長等人，多位的立委都到場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通車的典禮，最大的一個典禮。那今天是正式通車，我們只祈福所有的通車順順利利的、平平安安的。淡江大橋串聯起淡水和北里，大橋的設計到達互為景致，向真濟民眾來遮翕水景。不過要注意，淡江大橋算是快速道路，依法袂當佇咧橋頂面停車翕相，空翕要保持距離，空翕機嘛袂當為橋體飛過，若無攏有可能收到罰單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